在雪中悍刀行当中，江湖上的武评排名竞争是非常激烈的，所有的江湖高手都以登上武评榜单为荣。以往江湖上的武评排列的都是天下前10的高手，但是自从王仙芝出现后，武评排名来到了第11位。明明是天下第1的王仙芝，为何要自称第2呢？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几场战斗又是哪几场呢？第一个对战李淳罡，首先就是王仙芝的成名之战了。在当年那个江湖还是李淳罡风华绝代的时代，仅凭借手中一柄木马牛背尽天下高手，剑神之名影响了一个时代，年轻人纷纷以李淳罡为榜样，背着佩剑行走江湖。王仙芝当年也是敬仰李淳罡的后辈之一，走上武道之路后的他，曾6次挑战李淳罡，6次都败了。越挫越勇的王仙芝不断完善自己的武道，等到第7次挑战李淳罡时，李淳罡已经奈何不了他了。破掉李淳罡招式的他，以双指硬生生折断了神兵木马牛。这场比试看似是王仙芝赢了，其实他才是输掉的那一个。这一战的最后，李淳罡动用了惜才之念，看中了王仙芝的天赋，觉得他是个不世出的大才，就这样死在自己手上太可惜了，所以没有用出自己剑道巅峰的剑开天门。他知晓这一招出来后，王仙芝必死无疑。惜才的他自愿败给王仙芝，成全了王仙芝，让王仙芝踩着他登上了天下第1的宝座。这一战后，王仙芝名震江湖，成了新的武道杠顶人物。不过后来的王仙芝知晓了李淳罡的良苦用心，所以坐镇武帝城时一直称自己为天下第2。一是尊敬老剑神李淳罡，觉得他才是自己心中的第1；二是怀念李淳罡亲身正见的那一座江湖。在雪中悍刀行当中，王仙芝作为无敌了一个甲子的老怪物，一生中最重要的几场战斗是哪几场呢？第二个，王仙芝一人战一城。在王仙芝坐镇武帝城之前，武帝城并不叫这个名字，而是叫做灵官城。当时王仙芝的妻子和岳父等人是东岳皇室成员，因为叛乱之事，东岳皇帝要对王仙芝这一家赶尽杀绝。得到消息后的王仙芝火速赶回，仅凭一人之力面对数万大军，从城外杀到城内，又从城内杀出城外，接连往返数次，屠杀了无数士兵。这一战震撼了所有人。最后一次，王仙芝更是直接杀到了东岳皇帝的帐篷前，逼迫他签下誓约，放过了这座城中的人。灵官城也改成了武帝城。从此以后，王仙芝就坐镇在此，成为了武帝城的城主。数十年来，这里也就成为了江湖中人的圣地，无数有名的高手前来挑战王仙芝，再度奠定了王仙芝无敌的威名。第三个，对战剑九皇。严格来说，这一战对于王仙芝来说不算什么，两个人的实力相差太大了。老黄只是指玄境，而王仙芝早就是陆地天人级的存在了。论实力，老黄不如很多人，但这一战的意义还是很大的。老黄出了9剑，王仙芝单手接住了8剑，第9剑超过指玄，达到了天象。王仙芝双手接下，袖袍尽毁，最终老黄力竭，面朝北方而死。因为老黄的死，徐凤年走上了武道之路，也因为老黄的剑匣留在了武帝城，让徐凤年立下击败王仙芝取回剑匣的决心。这一战的意义是让徐凤年和王仙芝之间结下因果，为后来两人生死一战奠定基础。在雪中悍刀行中，江湖上的武评排名竞争是非常激烈的，所有的江湖高手都以登上武评榜单为荣。以往江湖上的武评排列都是天下前10的高手，但自从王仙芝出现后，武评的排名来到了第11位。明明是天下第1的王仙芝，为何要自称第2呢？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几场战斗又是哪几场呢？第4场，王仙芝再战李淳罡。当年李淳罡惜才自愿败给王仙芝后，又接连遭到打击，有了心结的他境界大跌，去到北凉王府画地为牢，自此在江湖当中失去了踪迹。直到这徐凤年第2次游历江湖时，李淳罡才再次被请出山。这一次的游历，李淳罡解开自己的心结，重返陆地神仙境界。心结已解的他，势必要找王仙芝再战一场。这一场战斗打得十分激烈，李淳罡使用出了全力，当年不曾用出的剑开天门，此战也终于用了出来。而王仙芝也不再是当年那个需要李淳罡让的年轻人了。这一甲子的时间里，他一直专心于武道，实力已经达到了巅峰。此时的李淳罡不再是他的对手，王仙芝用出了9分力和李淳罡打平。这一战李淳罡输了，输的潇洒，再也没有了遗憾。第5场，王仙芝战徐凤年。因为老黄身死武帝城，徐凤年走上武道之路，徐凤年的目标就是击败王仙芝，两人之间必有一战。后又因为两人都是天上天地转世，冥冥之间有因果感应。徐凤年进阶陆地神仙后，王仙芝被赶来北凉杀他，
两人巅峰一战，最终徐凤年在黄三甲的帮助下补全了三角气运，击杀了王先知。王先知感应到自己是仙人转世后，心态崩掉，放弃了过天门而返再杀徐凤年的机会，自愿消散，留给江湖3份机缘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欢迎在留言板讨论。最后走之前不要忘记关注乐风啊！